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咱教会改做伫网络顶面直播咱今仔日的礼拜。今仔日的礼拜虽然直播，总是咱伫上帝恩典的中间，咱游玩会当伫无共款的所在，咱同心来敬拜阿拉上帝。咱嘛伫今仔日的礼拜中间。无论是咱伫倒落，咱永远用一个敬虔的心来敬拜上帝。咱嘛要特别为着台湾这块土地来向上帝祈求，祈求上帝怜悯保守看顾台湾。伫昨虽然疫情真正真大的一个变化，总是咱人心会惊吓。不过，上帝的恩典有够咱用，咱祈求上帝，互咱真正有一个平静安稳的心，来面对咱周围环境的挑战。帮助咱虽然伫惊吓的中间，总是上帝保护看顾咱每一个兄弟姊妹，互咱伫恩典的中间。咱每一天的生活，咱的行踏，拢伫上帝圣手压榨保护下面。所以，确定要恳求上帝，嘛邀请众兄弟姊妹，为着咱所面对的这个艰难的挑战，咱同心来祈祷，互上帝会当帮助咱行过这届的疫情，互病毒无来影响到咱。愿上帝怜悯疼痛，施落伫咱台湾这块土地下面。今仔日嘛是玉山神学院的纪念主日。虽然伫疫情中间，咱依然爱关心着玉山神学院的神学的教育，互更较侪伫原住民的教会因所需要的传道者，伫玉山神学院内底受到培养。受到装备，然后到伫每一间教会内面去服侍，去看顾上帝所设立的教会，加所有兄弟姊妹。所以今仔日玉山神学院有派神学生来到咱中间来向咱请安。咱虽然无法度伫教会内底甲伊有互动，总是咱用祈祷奉献。来表达咱对玉山神学院的支持甲关心，这是我邀请众兄弟姊妹，咱伫礼拜前，咱安静咱的心，咱同心来祈祷，专念俾上帝伫你的面前，阮这时刻恳求你帮助阮。虽然全世界疫情，过去这段时间，这一年内底有侪的人丧失因的性命。这疫情敢若离咱真远，总是上帝伫保守台湾这块土地。伫过去这年的中间，无真大的对阮生活影响。不过伫昨日，
疫情突然变化真大，互阮台湾这个土地顶面百姓心真惊吓。恳求上帝将你的怜悯施落伫阮的心上，帮助阮伫惊吓中间，犹原起调做主你的话语；伫惊吓中间，犹原抓着你的应允，继续向前来行。恳求上帝，你互阮知，你无弃杀阮，你甲阮伫地。恳求信心甲阮同在，帮助阮伫惊吓中间。由原来倚靠你，恳求主耶稣基督的医治、怜悯临到阮中间。看到遐已经受到病毒威胁、病毒侵袭的遮的人，求你医治看顾。来为着政府官员，向上帝你来恳求，恳求因有够野的智慧、有够野的勇气、能力来面对这场战争。恳求上帝，你保护看顾所有的医疗人员。当这场战争的第一线是因，恳求你保护因，互因为着这个病毒咧征战的时，主你甲因三脚伫地，保护看顾因。啊，为着台湾这个土地所有的百姓，向你恳求，恳求你看顾，或者疫情莫阁传出去，互这个范围缩小。互阮伫2礼拜以后，会当照着政府因所备办的措施，互阮的生活会当恢复到正常。恳求上帝，你即时甲阮同在，无论我兄弟姊妹因伫倒落，你拢甲因同在。信心运行伫阮每一个人的心上，互阮伫今仔日礼拜中间，自头到尾。拢献就伫你的面前，恳求上帝你的话语入到阮的心内，加做阮信仰，加做阮生活的帮助。阮将今仔日礼拜交托伫你的手中，愿你亲身引带阮，愿同心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上帝是阮多闪的所在甲快乐，也是患难中及时的帮衬。上帝啊，求你可怜我，可怜我！我的心要投靠伫你，我要投靠伫你10个的地阴下，听候者的灾下经过。上帝啊，我的心自在，我的心自在，我要吟诗，我要唱歌学乐。这是请咱来做阵来读主祷文。主祷文，愿伫天灵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伫城，伫地灵，亲像伫天灵。
阮的日子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地去，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接续咱来三甲启应，今仔日要启应的所在是伫启应文第60篇，启应文第60篇，也是哥林多前书第13章。我若会晓讲人的语言，甚至是天使的语言，若无恁爱，我就亲像锣在弹，喇叭在响。我若有传达上帝信息的文字，为了解逐款的奥秘甲逐款的知识，我若有够野的信心，通移山倒海，若无恁爱，我就无路用。我若摕所有的财产去救济，也是献身躯互火烧，若无恁爱，对我拢无利益。恁爱是宽容，恁爱是慈悲，有恁爱就袂嫉妒，袂夸口。袂骄傲，无做见笑的代志，袂求家己的利益，袂快受气，袂扣分，袂爱不义，只有爱真理。恁爱会包容一切，对一切有信心，对一切有仰望，对一切有耐心。恁爱永远存在。传达上帝信息的文字是暂时。讲灵语的文字会无去，知识嘛会无去。咱所捌的有限，咱传达上帝信息的文字嘛有限。毋过，迄个完全的一个来，迄个有限的就消失。我做囡仔的时，讲话亲像囡仔，意见亲像囡仔，想法嘛亲像囡仔。当我已经成人，就将囡仔的事拢放下。咱现在亲像照镜在看。模糊无明，将来会面对面看清楚。我现在只有知一部分，将来会完全了解，亲像上帝完全了解我。安尼，信、仰望、仁爱这三项永远存在，其中上重要的是仁爱。这是咱来唱圣诗，学罗咱的上帝。今日要唱圣诗第250首。新圣诗250首，着学罗主上帝，着学罗主上帝，对天顶学罗伊。正使者着一齐甲天君同吟诗，伫天发光，日月星辰拢着学罗。以名无尽，请正向的姊妹也起立，同齐出声吟诗。着罗主上帝，对天顶学罗伊，正使者着一齐甲天君同吟诗，伫天发光。我其实弄掉了一秒无尽，灵敏的天甲水，你弄掉来学罗，因为上帝出嘴，万物拢受创造，伊将大行永远建造。山顶所有花草，野兽飞鸟，正是通大浪掉了一秒河沙，世上君王万民，
坐。这时，请咱额头同心来祈祷。至圣的天父上帝，你所定着圣的主日，因为防疫的需要，阮众兄弟姊妹透过网络直播的方式，参与伫今仔日的敬拜聚会当中。天父上帝，我要感谢你，对去年疫情开始，你看顾保守台湾这块土地，互阮伫早前的时间当中，阮受到较少的影响。也因为安尼，经过1年多时间，阮的国家有充足的时间来生产防疫上所需要的喙罨、酒精以及其他防疫的产品，也互阮正教会伫网络礼拜直播的软体、设备以及经验上准备较到位。相时伫过去的1年多，有侪病院也累积着肺炎治疗的经验。互阮伫即礼拜当中，虽然阮所徛起的所在肺炎的疫情有较大的变化，但是阮相信早前所累积防疫的这些物资、治疗的经验，要诚做即马阮对抗肺炎疫情真大的帮助。天父上帝，阮知这拢是出自你的恩典，为这阮献上满心的感谢。阮也恳求恩典的主，你怜悯阮，互阮伫面对传染病世界团时，你诚做阮众兄弟姊妹的倚靠甲帮助，互属伫你的正经里，伫你的圣手保护下，脱离传染病的威胁，有你所想赐的平安，甲阮三甲地地。接续，阮也为着文山教会139年纪念特刊，恳求天父上帝你的圣神来引带带领，互阮众人将对你所领受的恩典见证以及感动，拢会当留到这个记录。互将来特刊编辑完成以后，无论是书面的，也是电子的出版品，拢会当成做这个福音的出口。互看到这恩典见证的人，拢意爱来明白你，有份伫你救赎的恩典当中。也恳求天父上帝，你赏赐教业的快乐，互咱纪念特刊编辑小组的每一位同工，伫这段期间，因会拄着侪困难，嘛有侪压力，求主来帮助，互因有喜乐的心来为你服侍。最后，阮也为着台湾的神学教育，无论是玉山神学院、台湾神学院，也是台南神学院，恳求天父上帝，你会当兴起更较侪人来参与伫神学教育当中。为着福音的保养，准备较侪工人来为主做工，也恳求圣神感动众兄弟姊妹一齐来为着神学的教育祈祷以及奉献。阮将这摆咧伫天父上帝你的面前，恳求你看顾保守。阮同心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收赐阮平安。阿门。下面咱要讲述上帝的话，今仔日咱要看圣经节是记载伫哥林多前书12章第12节到26节。哥林多前书12章第12节到26节。因为亲像身躯是一个，也有侪体，各身躯的体，虽然这拢是一个身躯，基督也是安尼。因为咱众人，无论是犹太，也是希利尼，做奴才的，也是自由的，拢捌受洗礼伫一个神，来属伫一个身躯，也拢作捌啉一个神。因为身躯毋是一体，是侪体。第15节，sek士卡若讲，我因为毋是手，我无属身躯，伊毋是为着安尼就无属伫身躯。sek士耳仔若讲，我因为毋是目睭，我无属伫身躯，伊毋是为着安尼就无属伫身躯。sek士通身躯是目睭，对大陆会听。若是耳仔
那拢是耳仔对大陆的偏啊。若是上帝照伊的所爱，将遮的体随个安排伫身躯，那百体拢像一款，就身躯伫大陆，总是当体是济济，也身躯是一个。第21节，目睭袂话对手讲，我无欠命你；头壳也袂话对骹讲，我无欠命恁。毋若安尼，身躯遮个体看做较软正的，搁较无直，搁咱看这身躯较贵气的体，咱就装塔，互因较尊贵；也较无文雅的，咱互因搁较文雅，因为咱文雅的体无所欠缺。独上帝调和身躯，伫有欠缺益发，互伊尊贵，免得身躯无相合，是要互百体平平相眷顾。那一体受苦，百体同受苦；一体受荣光，百体同快乐。圣经读到这。下面讲道时间，今仔日杜正雄新学生，伊要讲的题目是当为基体的信仰。弟兄姐妹平安。感谢神，在今天的时间当中，真的是很特别，因为在疫情最严峻的时刻，教会呢也因应政府的一些措施。那今天我们也看到各个教会能够透过视讯的方式来传递神国的福音。那今天非常感谢神的地方就是什么呢？就是让我们看见教会的长职同工在这么早的时间能够遵行神的一个旨意，热心的在服侍在我们的教会。也就是说，今天我们没有停止聚会，用各样的方式呢来转变我们聚会的方式。那因着如此，也很感谢神，谢谢我们文山长老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姐妹。无论是在前面在视讯前面的我们弟兄姐妹，谢谢你们的接纳。为什么呢？因为我不是会说台语的，因为我是原住民哈，我是泰雅族。那今天很高兴，真的是来到我们文山长老教会。那我们也知道这间教会呢，它拥有130年的历史的一个故事。那过去呢，从张乃红信徒因着马偕博士他在布道的时候。马偕博士呢，曾经用了一句马太福音第11章28节的这个经文告诉我们，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这句话呢，就让张弟兄他相信了福音。为什么？因为他停下他的脚步，而认真专心听马偕博士的一个讲道，成为建立文山长老教会其中很重要的一个推手。从过去直到如今，有许多信仰的前辈跟每一位弟兄姐妹，他们热心参与教会的服事之外呢，也甘心乐意的奉献，一同来建立文山长老教会，让我们文山长老教会呢，成为我们文山这个地区很重要的一个信仰中心，同时呢，也获得政府在历史建筑类别上值得保存的一栋建筑物。这是我们教会每一位弟兄姐妹，他们用信仰的态度跟实际的行动，共同努力和奉献的结果。那相信这也是上主所喜悦，而且也纪念在每一个弟兄姐妹们为主所投入的一切侍奉。今天透过今天的正道呢，我想透过这一处的经文来传讲今天同为肢体的信仰，日常生活可以体验的真理。玉山神学院前副院长陈南洲牧师，他曾经在一篇文章当中，他这样说：人是社会性的存在，人生活在一个错综复杂的关系网络里，其中呢有一种关系可以称之为共同命运的网络或者是结构。简单的说，人类呢相互连累受罪的共命结构。那我们可以从每一天各种媒体的社会新闻看出事实，特别是这次的疫情最严峻的时候，每一家媒体报道的新闻的讯息其实都不大一样，几乎每一个酒驾肇事的案例都有无缘无故受连累受罪的人，
因此，在酒驾车祸当中被撞、受伤或者是死亡的人，这样的一个家属呢，他们其实也受到牵连，承受肇事者罪的一个后果。而彼此托付的关系网络呢，也是我们的日常。特别在我们朋友日常的一个寒暄的时候，有人会说，会在回话的时候，他说托你的福，一切安好，或者是一切平安。这虽然呢是一种谦和的客套话，但是呢，它的背后其实常存有它一定的事实。我们人生旅途之所以顺利、平安，或者是蒙福，常常是因为别人善行的后果。我们托别人的福而活，小事呢，如我们在双手拿一大堆东西的时候，当我们要进入到电梯，别人他帮我们按电梯的开关。大事比如什么呢？就像住宅发生大火的时候，消防员他是冒着他的生命的危险出入火场来灭火、来救人，使很多人才得以消灾解厄。因此，托福呢，其实不只是一个客气的谦词，它其实也是人生的事实。从教会的本质来说明个体与共同体的关系。上面所说的呢，我们在生活当中可以体会到的真理，其实呢，也是圣经的教导。保罗在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当中，他以基督的身体来比喻教会。12章12节当中就告诉我们了，基督就像一个身体，有许多肢体，虽然身体有许多肢体，到底还是一个身体。在26到27节当中也告诉我们，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你们就是基督的身体，而每一个人都是肢体。保罗在这里呢，从教会的本质，他就清楚说明了基督徒生活应该有的本质跟特质。教会就是由耶稣基督和相信他为救主的人所组成的，所以教会可以说是一个连结于耶稣基督生命的共同体。这个以耶稣基督为首、为主的生命共同体里面呢，所有的成员都因为跟耶稣基督的关系而彼此有关联。存活在这一个生命共同体的每一个人呢，会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彼此的关系是密切而且是相关的。这就是经文所说的，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一个肢体的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不过呢，这种说法好像是说基督徒只要关心教会当中的弟兄姐妹就好了。教会要关心社会上受苦的人，要关怀与众人相关的议题。从福音的本质上来说的话呢，耶稣基督的福音是相爱的福音。从22到23节当中，保罗也告诉我们，身体上那些似乎比较软弱的肢体，更是我们所不能缺少的。在我们的身体上，那些看来不太重要的部分，却是我们所特别爱护的；那些不太好看的部分，尤其为我们所关注。这正是耶稣基督福音的精神。所以，如果耶稣道成肉身的目的是要彰显上帝爱的本性跟行为，耶稣基督在世的生活当中，特别他关心妇女、穷人、病患和社会的边缘人。那么，教会既然是耶稣基督的身体，应当也是一个彰显上帝的一个爱的社群。也就是说，从福音的本质来看，教会跟基督徒社群应当彰显上帝的爱。那么，教会如果要成为名副其实宣扬耶稣基督的教会，教会就得借着成员的生活显明上帝的爱。上帝爱的表现、爱的对象，它不是局限在教会当中的信徒每一个弟兄姐妹。因此，教会如果要成为耶稣基督的教会，它就必须要活出
相爱的福音，让所有的人都能够经验上帝的爱。这样，教会以外的人的这些苦难跟盼望，怎么能够不成为教会的苦难与盼望呢？所以，哥林多前书12章12到26节所说的，一份子的苦难都要成为共同体所有成员的苦难，任何一份子的欢喜快乐都要成为共同体所有成员的欢喜与快乐。这个教导必须扩大的来解释，也就是说，基督身体的肢体呢，它是要扩展到世界，而不是只有在教会。我们的世界是一个生命的共同体。其实呢，从许多方面来说，这个世界都是生命共同体。以生态为例子，一个地区它的污染不只是该地区的问题。生态摄影家克里斯乔丹呢，曾经他到一个中途岛，他去做拍摄什么呢？有关生态污染的一个影片。太平洋上的这个中途岛，距离人所居住的陆地是超过了3000公里，没有居民，岛上呢却有很多成千上万只的海鸟。明明人迹罕至，没有任何的人，但是许多海鸟竟然死亡腐化。在腐化之后，他们被发现，他们腹中呢，它竟然发现很多的垃圾，甚至还有我们台湾制造的打火机。世界各地的人随手抛弃的塑胶垃圾，它随着雨水、江河的流水进入海洋，造成的污染跟伤害超过了我们的想象。去年扩散一直到全世界，一直到现在的新冠状病毒这个疫情的危害，它不仅充斥的是我们的台湾的社会，它也充斥的是全世界。全世界的经济文化活动都受到了非常严重的影响。所以建立仁爱、彼此接纳、相互支持的生活态度，是我们每一个教会弟兄姐妹的责任。如果一个肢体的苦难都要成为身体所有成员的苦难，任何一个肢体的欢喜快乐都要成为所有成员的欢喜与快乐，是今天世界的生活写照，也是我们教会的本质，也是耶稣基督仁爱的福音的精神。那么我们基督徒应当如何生活，才能够实践同为肢体的福音精神呢？我想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当中，要我们建立仁爱、彼此接纳、相互支持的生活态度。教会是耶稣基督的身体，而福音是耶稣仁爱和上帝国的福音。所以从教会的本质跟耶稣基督福音的精神来说，我们作为教会的一份子，作为福音的接受者跟宣扬者，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生命，是我们生活的楷模。基督徒的生活是在基督里，又效法耶稣基督。那么耶稣在他的恩典当中，以爱来对待我们，接纳我们，包容我们。我们作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按着主耶稣基督的样式，建立仁爱、彼此接纳、相互支持的生活态度，就是理所当然的事。认同原住民的苦难与盼望。台湾社会呢，有许多受苦的人，我们应该以同是基督身体的肢体的一个这样的信仰，以及生活在一个生命共同体的体认，来关怀陷于苦难情境当中的同胞。不过，今天我要特别指出的是我们台湾的原住民族。今天是玉山神学院的奉献主日。玉山神学院是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为着培育我们原住民的传道人跟教会事工的工作者而设立的神学院。这所神学院的学生呢，其实有90%以上都是台湾各族群的原住民。台湾原住民族呢，在许多方面都是属于我们国家的弱势族群。原住民总人口数呢，只占我们台湾人口的2%。彼此之间的文化、语言呢，其实也都不相同，所以在文化方面也是
台湾以汉文化为主流价值的社会当中的弱势者。在经济方面呢，更是如此。其实原住民不只是弱势族群，也是受到边缘化，甚至呢是受看轻歧视的一个族群。原住民可以说就是保罗在今天经文当中所说的，似乎比较软弱的肢体，看来不太重要的部分。所以玉山神学院需要我们的关心，需要我们的支持跟带导。从我们今天的经文信息来看，原住民教会，我们同属于耶稣基督的身体。原住民跟我们同属于台湾这一个生命的共同体。我们应该认同原住民的苦难跟盼望，原住民的苦难应该也是我们的苦难，原住民的盼望应该也是我们的盼望。我们可以借着关心，可以借着支持玉山神学院的教育事工，来认同原住民的苦难与盼望。结论来说，身体的肢体要一同受苦，一同快乐，这是圣经的教导，也是我们在世上生活体会的一个道理。所以我们应当建立一个仁爱、彼此接纳、相互支持的生活态度。但愿我们谨记保罗的劝勉，抱持着仁爱、彼此接纳、相互支持的态度来生活、来工作，活出同为肢体的信仰，使上帝国福音的精神能够落实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使我们的教会、使我们的社会受苦的事能够减少，快乐的事能够增多，使上帝的国度早日临到这个世界。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您让我们在你的同在里。今天在文山长老教会，透过神的话语来帮助我们，也让我们能够在你的话语能够彼此造就。愿主您纪念文山教会每一位弟兄姐妹为您献上的一切侍奉。愿主您保守看顾我们每一天的生活，特别是在疫情最严峻的时刻，求主赐下智慧在我们的政府首长的身上，帮助我们灵魂体都能够健康，使我们所出所入都因着主你的保守都蒙福。我们如此同心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很感谢神让今天透过玉山神学院的请安的一个主日后，那我不会讲台语，可是呢我想用一首台语的诗歌《耶和华祝福满满》来祝福我们文山长老教会的弟兄姐妹。那也用这首台语诗歌，我突破自己，因为这不是我熟悉的语言，我不会说，可是用唱的能够传递从诗歌里面的一个祝福的讯息，传递给我们文山长老教会的每一个弟兄姐妹。谢谢。田中的白灵星，无欠亏什么；山顶的白花花，春天的香味，总是眷恋的上帝，为你付出真好气，好地像花的假实，天主听痛的经济。田中的白灵星，无欠亏什么；山顶的白花花，春天很香丽，总是眷恋的上帝，为你付出真好气，好地像花的假实，天主听痛的经济。也搁把祝福满满，亲像海边土沙，阮的慈爱伫到。
世代。我要手敬拜伊，出欢喜的歌声，学路亲像伊命因袂散，也搁化祝福满满，亲像海边土沙，稳定慈爱天到万世代。我要手敬拜伊，出欢喜的歌声，学路亲像伊命因袂散。接续咱来吟诗回应上帝的话，神圣诗521首，神圣诗521首，你若欠缺真失望，你若欠缺真失望，我着尽力来帮赞，救主看了就欢喜，显明真实探道理。咱决意三听，咱决意三听，咱决意三听，求圣神来帮赞。请兄弟姊妹起立，同声来吟。你若欠缺真失望，我着尽力来帮赞，救主看了就欢喜，显明真实坦道理。咱决意三听，咱决意三听，咱决意三听，求圣神来帮赞。我若拄着心烦恼，你就替我来祈祷，救主看了就欢喜，显明真实坦道理。咱决意三听，咱决意三听，咱决意三听，求圣神来帮赞。你若知到心要灵，我要唤起你的情，救主看了就欢喜，显明真实坦道理。咱决意三听，咱决意三听，咱决意三听，求圣神来帮赞。三听你我着面对，就会阳光对天白，救主看了就欢喜，显明真实坦道理。咱决意三听，咱决意三听，咱决意三听，求圣神来帮助。请坐。下面我来报告，伫报告以前，请咱来看金句。金句：若一体受苦，百体同受苦；一体受荣光，百体同快乐。哥林多前书12章26节，过一遍。
那一体受苦，百体当受苦；一体受荣光，百体当快乐。哥林多前书12章26节。澳洲圣港分担的部分，第一礼拜，苏烈、李尔伯执事、苏琴、周圣美姊妹、音控周明雄执事、施浩轩弟兄、港国经理柯牧师，来就各项团契目前拢因为防疫来暂停。下礼拜主理是柯牧师，伊的题目是“轻的担”，圣经圣诗启言甲金句，请正兄弟姊妹备办心。教会消息报告第一点，今仔日是玉山新行院奉献主日，咱本主日是玉山新行院纪念主日，咱欢迎学校道学硕士3年级的杜正雄同学来正道，甲为着学校请安报告，嘛请兄姐一齐关心代祷甲奉献。第二点，交代教育训的延期，原定是这礼拜，主日礼拜了要举行的招待训练的延期，时间另外通知。第三点，咱邀外礼拜延期的通知，原底是后礼拜，那即是咱已经决议要延期到9月26来举行。第四点，奉献的部分，因为即时咱正兄姊妹无法度到教会来聚会，所以为着方便咱兄姐的奉献，教会会有即个银行的账号。银行的账号，咱往来银行是玉山银行木沙分行，咱的户头户名是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文山教会，文山教会账号伫悬顶有汇款，咱兄弟姊妹当然咱会当用去柜台，另外嘛是会当用到这自动付款机，还是讲你若是有申请这个转账，会当用手机来转销，特别是请兄弟姊妹爱注意，若是有汇款了，麻烦你将你汇款的金额以及汇款的时间打电话来教会甲干事讲者，咱会当方便互咱的教会出入来定效，较袂颠沓。好，第五点是咱目前咱教会有一个防疫的种列入的群组，目前咱已经有200多位的种会友加入伫即个群组当中伫遮牧师特别交代牧师特别交代，就是讲即个是咱目前真重要咱教会真重要联络的一个群组个管道啦所以请咱将即个群组留互牧师也是小会留互牧师也是小会来发布咱教会重要赶紧的信息。重要甲关键的事实，各位兄弟姊妹，咱看了，咱了解了，咱去配合就好。咱莫去做回应，就是讲莫决定收到OK 啦 ，Thank you 啦，是收到等才会回应。因为每加一个回应，拢会将咱重要信息愈塞愈进前。所以颠倒互咱的重要信息，较无法度互正兄弟姊妹来看到。所以咱毋茫讲，咱即个兄弟姊妹拍开即个群组的时阵，所看到的信息，拢是教会通知赶紧要紧的即个信息。兄弟姊妹，你若感觉有真重要信息要传达互大家的时阵，请你先团契你所属的团契比如说圣歌队啦，比如这各个团契，你先团契遐，即个咱就留互牧师甲小会来发布。即点是特别请咱正兄弟姊妹爱注意的。像是咱周报咧印的时阵，可能有信息无法度更新较紧嘛，请大家各兄弟姊妹一定爱去注意看到即个群组有一寡重要信息，咱会刻伫公告，也是伫记事本馆顶公告，也是伫记事本馆顶，因为即2天有真侪人是即2天才加入。如果你若有一寡信息无看到，可能会当去咱的记事本来看，会得较清楚咱目前教会运作的方式。即点特别甲兄弟姊妹来报告。第6点是聚会，咱各团契目前是拢先暂停聚会，恢复的时间，咱会伫群组来，牧师会伫群组来公布。第7点是咱目前礼拜拢是透过即个直播方式，那直播方式咱会当不管是咱伫上 YouTube 来搜寻即个文山教会音控室，还是讲咱等下底下有一个即个 QR code， 咱嘛扫描即个 QR code， 咱拢会当进入咱的直播，来进步来参加咱的主日礼拜。
好，继续为着教会软弱的肢体来祈祷，来恳求主来医治。吼主日学的部分，主日学目前犹原是天课的时间，犹原是天课的时间。过来教界消息，教界消息看的时阵嘛，可能甲大家讲吼，这可能拢会变动吼。目前因为疫情的关系，原底教界这要举办的征兵营啦，还是讲暑假期间的各项的活动，拢可能会佫变动吼。这个也甲大家提醒。最后是咱130周年，130周年活动的所在，抑个礼拜拄则已经报告过。过来就是咱特刊的部分，咱邀稿的部分咱结果是到这个月底5月31，所以若已经写好请兄弟姊妹咱就来交稿，交一这个信箱内底。若是还未写完的，嘛请兄弟姊妹会当开始动工，来将咱的感动、将咱的见证来写落来。好，以上是伫出奉献的部分奉献部分可能只是咱看较袂到，另讲咱若有来教会有看需要见证的部分，咱才甲出来做见证。好，报告到这。下面咱来吟所别的诗歌第395首，第395首吟诗选，咱请牧师来祝祷。一生的悲欢感谢你，少年作感你三天，心内最后的人情，对主不会那的事情，愿你所要我命尽力。心内更多轨迹，变出人海最后模样，因错人若灵魂地球，我们是所求主赐福，困苦的人所应快乐，星星。因错甲阮同行，言行如此，定得你名。咱同心来领受上帝遐来祝福，愿天父上帝平安甲喜乐。主耶稣基督的救赎甲盼望，信心的安慰甲扶持，甲恁众人伫地，对这点到永世代无煞。阿门。请坐，别倒。各位兄弟，咱今仔日礼拜到这个所在结束，邀请众兄弟姊妹游玩伫恁的生活中。时时为着咱即马现在所拄着的患难也好、艰难也好，伫几个整个台湾的大环境内面，咱同心来祈祷。所以邀请众兄弟姊妹，请恁伫早时恁的灵修敬拜时，就为台湾祈祷；伫恁暗时要休困进前，嘛用一段时间为着台湾来祈祷。相时嘛，为着做咱教会的运作，嘛请大家放伫咱的祈祷中，嘛为着今仔日台湾玉山新学院的纪念主日，咱嘛放伫咱的大道内面。愿上帝祝福咱每一位兄弟姊妹。
咱今仔日礼拜到这个所在。